祝大家平安哈！咱时间差不多哈，咱三到暗头来祈祷。正堂的主，感谢你，伫暗头的时，你信使阮即个机会，会当各三甲组织做伙来对找阮对信仰的真心。也感谢你，互阮经过6礼拜时间，到伫即个第7摆。阮会当渐渐对圣经内底无共款的经文来做伙相甲学习。我来恳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有你互阮的智慧来透彻阮军队你的道路，也互阮会当对安尼来得到福气，来经验伫你的同在。阮将用暗即个时间，搁一摆交代主你的手，求你甲阮相甲伫地，互阮会当伫即个点仔久的时间，也会当做伙。用全部的心来洞察、来敲揣，要怎样甲主理有较深入的交陪。安尼恳求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咱即礼拜第7摆啦，吼，安尼感觉足一摆的感觉咧。我要进入即个第7摆的时阵，吼，我想安尼甲恁介绍一个短短影片，吼。我毋知咱有看过无啦吼，我这影片是叫做讲用你的无来借物件啦，像你的没有来借东西啦。恁若去迄个网络吼，即个 YouTube 个拍即个题目吼，伊就会走出来。即摆有一个平台吼，网络的YouTube 的平台叫做 TED 啦，TED 咱知影就是讲即个。Technology, Entertainment， 甲即个 Design 吼，有真侪即个袂歹的影片。我即两天拄一个 email 有人寄即个影片，我咧甲看吼，真有意思吼。伊即个影片是一个身躯无方便的人，伊起来咧讲啦吼，伊咧讲要安怎甲你的无吼借物件啦。意思是讲，咱定定拢想讲，都爱有吼，才会当得到你要爱的满足啦。总是伊是咧讲，咱伫即个人生内底吼，真侪时阵，你对迄个无得到的物件，比你对有得到的物件吼，搁较丰富，搁较济啦。伊特别咧讲到伊个无，伊讲吼，伊是一个无方便的人，伊在牙拐啊，伊讲伊牙拐啊吼，真无方便咧。毋过吼，你若甲想讲我牙拐遮尔无方便的时阵吼，你就真正真无方便。伊讲伊的经验啦，伊牙关无方便吼，总是伊得到真济迄款别人甲伊帮衬迄款的有啦。伊讲伊一摆安尼要爬上飞机袂当去咧，飞机迄楼梯啊爬袂去咧。所以吼，伊讲安尼行伫遐毋知影要哪去的时阵，头前讲一个人就压落去安尼吼，甲伊挨去安尼。就讲这咱好脚好手人经验袂到的迄款。伊讲你转一个面想啦，讲伫个人生内底伊安尼吼。转一个面咧想的时，伊发现讲，你若是家己的无吼，去看迄个无的另外一边的有的时阵吼，伊讲迄个无所带来迄个有吼，比你有即项物件较丰富啦。这是伊家己的见证。我想恁会当拍去看卖啊吼。这时我也是咧想讲，因为咱讲到呾一直咧强调即个基督教福音，也是讲这耶稣的教导的即个逆理性啦。这逆理性就足歹了解嘛，因为是非而是啦。所以甲你讲的拢非嘛，甲你讲的拢那像无合理的物件咧。无合理的物件要安怎变做是？要安怎互你伫即个非的中间去看到迄个后壁面迄个是？像这就是一个见证啦。所以我想讲，咱讲遐尼济，毋达着安尼一个亲像安尼即款的人，伊来甲你见证，讲伊安怎样伫即个无的中间吼，咧照有啦，咧经验即个丰富的即个面向吼。且咱人生定定拢会拄着无啦。人生诶，拄着无诶时阵，比拄着有诶时阵较济啦，较济。所以你若是无看做干咧无那定吼，咱丧失诶物件就足济啦。这是即个TED 吼，伊即个讲台顶悬咧讲诶即个物件。咱等下有时间咧8分钟尔啦，短啊，所以你甲点入去看卖啊咧吼。来，今仔日吼，到第7讲吼，咱第6讲、第7讲拢咧讲到即个基督徒诶身份嘛吼，咱对即个做门徒吼，耶稣呼召门徒宣布福气吼，然后讲到代价吼，讲到使命，然后讲到安尼你开始变做一个什么款的基督徒？咱顶礼拜咧讲，咱基督徒就是一个自由的人。
咱的心的自由。啊，自由毋是讲我放纵，逐项拢随来我做，毋是。自由是讲我行伫真理的顶端。啊，我的人生，我的生命，若是甲耶稣基督的教导，这真理若是合一的时阵吼，啊，这个世间就无啥物物件会变做我的主动，无啥物物件会变做我的ท็盖啊。就咱会当我讲随心所欲啦，哈，就是讲咱会当真自由伫这个啊，所以要安怎样去把握，要安怎样去隐秘这个耶稣基督的教示，还是讲这上帝的道理，互咱会当活伫迄个内底，互咱伫这个世间会当安尼真悠游自在这款的这个感觉咧哈。啊，这礼拜咱又按继续，咱对到顶礼拜咧讲的拢是讲马太，就是这个马太5章这个登山宝训嘛，吼，对这登山宝训安尼一系咧讲来。啊，这礼拜我特别经这个另外一个面吼，就是讲到这个加勒泰，这保罗啦，保罗也咧讲到这个这个新的身份，就是讲做门徒的身份，做基督徒的身份是啥物啦？啊，这是安怎样？甲这耶稣甲这保罗摕来做两摆讲。耶稣咧讲的是讲吼，咱做一个基督徒啦，无论是啥物款的种族的人，做一个基督徒吼，咱对这上帝的真理，互咱超越这个世间一切有形的这个束缚，这是耶稣咧讲的。但是这个保罗吼，伊做外邦的使徒，伊甲福音传到外邦人，所以伊即摆甲这个外邦人讲，啊，你外邦人来做门徒的时阵吼。你安怎样对这个外邦人的身份产生一个新的身份出来啦？哈，啊，这是咱读这个保罗的罗马书甲这个加拉太书哈，咱看到保罗特别咧讲到这个外邦人甲这犹太人的这个关系啦哈。啊，咱这是我小可整理咱以前讲的啦哈。你讲这咱讲到这门徒的自由，啊，这门徒的自由是咧讲这律法是一个礼物啦，啊，所以咱顶礼拜咧讲耶稣是福音啊，啊，耶稣就是上帝的福音嘛。因为耶稣是上帝的囝，上帝甲耶稣赏赐互咱啦，所以咱接受耶稣基督是接受一个上帝白白互咱礼物啊，所以这个保罗也是讲这个福音书吼，咧见证讲吼，这个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啦，啊，上帝将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啦，啊，这个意思是讲，这是一个白白的礼物啦，上帝甲伊的独生囝赏赐互咱吼。这是上帝互咱的礼物，总是讲咱要做罪人的时阵，上帝就甲伊独生囝赏赐互咱吼。啊，这个礼物是无条件的，无咧看讲咱有资格去得到，无资格得到，就上帝就无条件互咱。所以这个是讲福音啦，这 good news 吼，好消息嘛。好消息就是讲咱无堪去得到，总是去得到啦。啊，我若是我有钱通去买到的，这就无啥物好消息啦吼。咱有法度用咱的努力，用咱的这个功夫吼去得到，这个无算福音啊啦。好，所以要做福音，就是讲我未当得到的，无资格得到，不配啦。啊，总是得到，这就是福音。所以耶稣基督是这款的福音呢。啊，总是讲这个福音吼，咱讲耶稣基督也是律法的主啦。上帝颁布律法啦，律法是对上帝来，这对犹太人来讲啊，律法是对上帝来的，上帝颁布的。啊，耶稣是上帝的囝嘛，所以我顶礼拜咧用这个约翰第7章咧讲这个惊伊的妇人人互掠着，耶稣压落咧写字迄代志咧讲，耶稣咧好亲像咧甲因宣告讲，上帝颁布律法就任何，啊，我上帝囝，我嘛律法的主咧，我嘛是咧颁布律法咧，所以律法是属于我啦。所以伫耶稣的身上来看吼，咱讲这个律法甲这个福音吼，是无分别的啦，无对立的啦。啊，咱过去的观念咧，律法甲福音是甲对立起来看，总是伫耶稣来看无对立，无对立总是有一个超越性。因为福音是对这上帝来的，啊，这上帝来这个福音吼，倒成做肉体啦，变做一个文化，变做一个咱的生活规则的时吼，伊就变做律法啦。啊，所以咱咧讲律法是禁止咱去做迄个袂使做的代志。这保罗讲的，讲这是互咱知罪嘛，甲你讲袂使做的代志。那福音吼是要甲你 nurture， 要甲你滋养，要互你生命丰盛啦，互你去做迄个你想要做的、应该做的。啊，所以我才咧讲，律法吼袂当规定人去疼人嘛，律法干当规定人袂使杀人咧。啊，总是福音吼，毋是咧叫你莫杀人咧。啊，福音是咧讲你应该是讲做一有疼心的人。啊，你白白得到的，啊白白分享给别人啊，就咱的生命伫这福音内底变做一个这个丰盛的生命啦吼。所以这是讲咱头一个自由，就是讲咱基督徒吼，
咱也是甲即个伫这信仰上，会当甲即个上帝教导，甲即个耶稣基督的即个教导吼，会当做伙的时阵，咱伫即个世间，咱就变做一个自由的人，咱无啥物禁忌啦。所以咱咧讲基督徒无禁忌是安尼啦，有啥物禁忌？即个世间逐项若是拢对上帝来，日子嘛对上帝创造的，逐项物件对上帝来，有啥物好日歹日啊？你若讲无即个无产水的时阵，落雨就是好日嘛吼。哦，啊，若讲安尼要出来佚佗的时阵，莫落雨就是好日嘛。啊，所以无啥物好日歹日，看咱需要啥物来看。所以逐日拢总是好日。就是讲咱甲即个主权吼，甲主权交互上帝的时阵吼，即个世间资源都拢总是一个对上帝的好意思来。这是讲咱对即个吼基督徒的自由，无互即个世上的即款的即个禁忌啊，是遮有诶无诶遮吼来甲咱限制，还是讲甲咱做脱解啦吼。这是头一个吼。啊，咱讲对即个初代教会吼，你咧分别即个基督徒的身份啦，咱即讲新的身份嘛吼。你分别即基督徒的身份是咱顶礼拜讲，甲即个律法真有关系啦。就讲你当过去毋是基督徒，你过去无做门徒，啊，你即马做门徒啦。那做门徒了有啥物无共款啊？我做基督徒即个身份，我做基督徒，甲我无做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啊，这一个我甲我家己比啦，我做基督徒甲我无做个，啊，我做基督徒甲别人无做基督徒有啥物无共款？啊，这个若假使拢无共款吼，咱这个信仰都无啥物功效咧吼，所以爱去找出这个无共款的所在。啊，这吼初代教会其实是认真咧找啦。啊，只要我讲这初代教会最少有四种态度咧看这个基督徒的这个身份啦。头一个就是这传统的犹太人啊。啊，即咱知影犹太人是甲即个律法托拉哈，即旧约的前5本哈。你来去即犹太教就是托拉、纳比因哈，就是讲即个律法、先知啊、智慧册，这是即三大部分嘛。啊，即托拉即就是对上帝来，就是上界神圣的部分咧。所以犹太人对律法的看法，律法是上帝的诫命啦。所以律法是神圣的，啊，是神圣的。啊，所以即尊重律法甲尊重上帝是同一个啦。同一体，你对律法的尊重，就是咧尊重上帝啊！你若要尊重上帝，你就要尊重上帝的话嘛，上帝的诫命嘛，上帝的律法，这是对犹太人讲是安尼。啊，这犹太人吼，伊甚至到信耶稣了吼，你初代教会啦，信耶稣了吼，还佫继续持守这款的态度嘛。所以才有咱咧讲这保罗吼，伊到逐所在去传福音的时阵吼，你去读这《使徒行传》，讲伊后壁面拢有一寡这犹太人吼，犹太教的人啊，是讲这犹太基督徒吼。对伫后壁面甲伊诽谤，啊诽谤伊啥物？诽谤伊讲伊去召集即个外邦人来信耶稣来听道理吼，无甲因行甲咧，无叫因守即个犹太的律法啦。所以即个无守律法吼，对这头一种态度，这犹太人来讲吼，这是真重要。所以即个看起来，即个初代教会伫犹太人来信耶稣的遮吼，遮人因是认为讲信耶稣是一个additional啦。一个增加出来啦，咱做犹太人要当甲上帝好的关系吼，都爱守即个摩西律法啊，都爱做阿伯拉罕的子孙，即个身份先有。啊有吼，过去咱做无够的，即马耶稣来，佫甲咱补足啦，所以咱应该爱继续守即个摩西律法，这是头一种的即个初代教会吼，甲即个基督徒的身份的即个认知啦。基督徒的身份是加出来啊，伫我原来有的即个身份，佫加一寡甲耶稣基督相关的即个教导的，这是一个哦。啊，总是另外一个吼，就是即个马上，即咱顶回也有提起伊啦吼，就是讲即初代教会一个即个维字派啦吼，伊这是读即个希腊哲学的一个哲学家啦。啊，伊的态度就是讲吼，既然耶稣来吼，啊耶稣即个宣布的即个福音是咧讲听嘛，甲即犹太人对摩西来对即亚伯拉罕来即咧讲即个律法吼是无共款的。所以伊认为讲吼，咱即马若是要信耶稣的人，应该爱甲即个旧约吼，爱甲即个犹太教吼划清关系啦，吼划清关系。啊，要划清关系，伊吼怎去编一个即11本的圣经啦，吼，咱知影即个咱的教会第一个即正典啦。伫咱教会拢要无正典以前，头一本编起来正典，即个乾隆吼，就是一个马基安编的啦。啊，伊编11本是吼，用即个路加福音啦。啊，甲保罗的书信，夹起来11本啦。啊，毋若干安尼，伊甲即个旧约摕掉啦，无爱旧约，
甲即个马太啦，即个甲旧约靠关的、甲犹太人靠关的，拢甲摕掉。甚至伫11本内底吼，内底若有去讲到犹太人的，讲到旧约的吼，甲划掉，甲拆掉安尼，变一本甲即个犹太人完全即个无关系即个正典。这是有伊的理由咧吼。伊敢讲我做基督徒，但是新的人嘛。过去的即个犹太人，即守即个传统守到即嘛咧，咱即嘛对耶稣得到即个新的信仰咧，所以咱应该爱离开过去，拢总一刀两断进入即个完全新的即个状态咧。这个新的状态对伊来讲起来，就是用这希腊铁学，甲这希腊铁学的即个观念吼，甲伊介绍入来伫即个基督教的即个内底啦。希腊铁学吼，你讲的即个宇宙观吼，咱对即个Plato 吼，即个柏拉图，伊咧讲这宇宙观是二元论德的嘛，有即个形而上、形而下嘛，即形而上、形而下。对即个希腊的即个铁学来讲吼，即个有形的啦，就形而下的吼，就讲这有形的下面即个形而下有形的物件吼，拢是一个暂时的物件啦，就是有限的物件，像咧刀啊啦、椅啊啦吼，这是有形的。讲有形的物件是啥物？有形的物件就是无永久性啦，会歹啊，会歹会烂会歹去，伊会改变的啦，会朽坏的啦。所以这个有形的会变化、无永久性这个物件，拢总对这个希腊铁来看拢是歹的啦。即摆伊毋是讲安尼讲尔，伊只讲总是若是有一个啥物款的人啊，是啥物款的力吼，伊去做这个有形的物件吼，迄原来是有限的啦。所以旧约迄个创造天地的上帝，迄个创造的上帝吼，就是一个有限的上帝啦。有限，因为伊创造这个形而下的物件嘛，所以是有限的。要安怎样去找一个上帝是甲这无关系？伊讲迄就是一个概念的上帝啦，概念啦，所以讲 logos 这个道嘛。道你知影咱这个中国吼，中国咧讲到这个老子嘛，你讲这道可道吼，非常道嘛，道可道非常道，道可道非常道，这共款意思哦。这希腊的铁学嘛是安尼嘞。道可道非常道是啥物意思？就是讲，若是会当讲出来道嘛。名可名非常名，名若会当甲好名吼，迄都毋是常名，常啥？常就是永久的啦，长名的永久的名嘛。常道就是永恒的道嘛。所以可道之道就非常道啊，就是讲你若会当甲讲出来的道理吼，都毋是永远的道啊，会讲出来就是有限制、有限性的。所以吼，这个真实的这个 logos， 这个希腊真实的这个道吼，是永远的、永久的、未变化的吼，是恒长的啦。迄才是咧，所以创造这个世界，创造这个大地，创造人的肉体，创造这个大自然的物件吼，这个上帝是一个非常道啦，就是讲伊是甲这个无永久性的这个连结做伙。所以这个马基安吼，伊的这个主张就是讲，全然甲这个犹太律法隔断啦，然后甲这个上帝、甲这个犹太甲这个希腊的这个道吼，甲伊连结做伙。咱来读这个约翰福音啦吼，约翰福音对起头就是讲这啦。源起头有道嘛，道甲上帝三角地地，道就是上帝。总是约翰福音的无共款的所在伫倒位，伊甲即个希腊铁学的道甲耶稣基督连结做伙，所以即个你知你读这个福音书真趣味哦。福音书的头一本是马可啦，马可伊开宗明义是讲啥物？马可开宗明义是讲耶稣受洗礼嘛，敢是？你个读第一章看卖，马可第一章就讲耶稣接受这个约翰洗礼嘛。对接受洗礼时，对这个约旦河起来，这个天开嘛，这有井降临伫个身上，有声甲伊讲你是我的囝，我所欢喜的嘛，这是马可啊。咱讲马太甲路加是引用马可这是咱真侪人去读台湾新人应该无问题。这个马太路加是引用这个马可哦，马可吼拢总600几节啦，规本600几节。马太甲路加吼内底甲这600几节拢引用过来，差一丝啊啦。都差不多用要规个拢搬过来伫马太甲路加，然后咧马太甲路加佫有家己的即个资料入去啦，因两个人加两项，一个就是有一个叫 Q 啦，即个 Q 的资料吼，即就是讲耶稣的即个言论集，这是即个马太甲路加共同的，意思是讲马可这个资料了吼，马太甲路加两个人拢有共同发现另外一个资料，叫做耶稣的言论集啦，耶稣言论集，这两个人拢用到这哦，过来有即个马太家己的资料，甲路加家己的资料啦。总是你也趣味讲，马可的开宗明义是对这个洗礼嘛，耶稣洗礼嘛，对吧？马太甲路加咧，对啥物开始？
对家谱，对耶稣的出世啊，是吧？对出世嘛，出世啊，家谱就是讲伊出生嘛，啊，讲出世啦。啊，到约翰咧，约翰讲啥？对的，对开天辟地开始创造开始嘛。啊，所以你也看讲这吼，这时序啦，圣经咧形成的这个时间吼，马可差不多60年左右，60出头年嘛。啊，到这个马太、路加差不多90年左右嘛。啊，到这个约翰是百几年嘛。啊，这个时间安尼行吼，啊，甲这个福音书伊的这记载开宗明义啦，干来读这第1节到第5节就好安尼吼。开宗明义起来看伊咧讲这个物件咧讲啥物？福音书吼，就是要见证耶稣是弥赛亚嘛。讲起来，福音书这度假吼，因当时的这宣道理传教的这上中心点，就要讲见证耶稣就是上帝弥赛亚啦，就是基督嘛。这就是这个是写福音书的目的咧。啊，总是耶稣安怎样做弥赛亚？你若照这个拄仔讲安尼个看吼，马可是讲啥物？马可讲伊是洗礼的时阵嘛，但是就开始就讲伊洗礼啊，所以洗礼的时阵吼，上帝甲咱宣告嘛，这是我的囝。所以咱初代教会有一个基督论。叫做属主论啦，属主哈，世主论就是讲 adoption， 咱咧领养啦，领养啦。耶稣是互上帝领养的，哦，因为出世到30岁，耶稣伫倒位，马可无讲啊，啊马可咧讲耶稣做弥赛亚伫倒做弥赛亚，就是洗礼的时啊，上帝天开甲恁宣布讲，这是我的囝，哦，adopt 啦，该接受，该领养嘛。这叫做属主论，这是这个马可这啊。当时初代教会有一派是主张这款的理论，耶稣是人嘛，伊本来就是人啊，人吼，上帝甲伊接纳，甲伊领养，变做上帝的囝。啊，这款的讲法吼，咱看到讲这路加甲这个马太是无满意嘛，无够嘛，对吧？所以马太甲路加你讲耶稣是弥赛亚，对倒开始，对耶稣出世就是啊嘛，啊，所以是圣神怀孕嘛，对圣神怀胎。出世嘛，所以耶稣是生出来就是弥赛亚，毋是到洗礼啊。所以这个马太甲路加甲耶稣的这弥赛亚先塞登到这个出世的时阵，耶稣生来就是哦。啊，这吼约翰也阁无满意啊，啊是约翰阁无满意，所以约翰安怎？约翰讲毋是啊，耶稣毋是伫出世做弥赛亚咧，耶稣是伫上帝咧创造世界时阵就伫遐嘛，啊，所以源起头有道嘛，道甲上帝三角伫地。啊，约翰甲即个马上吼，也是讲甲即个维智派无共款的道理。这维智派讲耶稣是道啦，啊，所以即个维智派有一个趣味的讲法，咧讲即耶稣即个肉体吼，毋是基督啦。耶稣即个肉体是即个基督的即个神入去伊内底啦。啊，所以吼，耶稣有受苦，基督是无受苦的啦。因为这是肉体咧受苦咧，啊，这基督是道嘛。道照这个肉体啊，到要受苦的时阵，你肉体去顶是一个道早就走去啊，顶袂着啦，所以伊无受苦。这是这个维智派的这个理论啦吼。啊，总是这个约翰无共款，你读约翰到这个1章14节是吧？啊，伊开始讲到啥物？讲道成做肉体啊，充满恩典甲真理，丰丰富富踮伫咱中间的。所以这个约翰伊是引用这个希腊哲学啊，总是甲这个希腊哲学洗礼啦。讲啊，希腊的哲学，互这个基督教摕来用了，甲洗礼过吼，啊变做伊的这个理论来介绍这个耶稣基督。啊，这是本来甲这个张天咧讲，本来是要讲这本土神学啦吼。因为这神学上吼，这个约翰伫迄个所在是做一个本土神学啦，就是讲伊要甲这希腊的世界啊，这希腊哲学的这精英分子吼，这思想家吼，要甲因介绍耶稣的时阵吼，伊照用希腊哲学哦。啊，总是伊照用希腊哲学，毋是干来讲希腊哲学，伊甲希腊哲学甲伊洗礼啦，甲伊重新解释吼，啊，甲伊变做即个基督教的即个道理啊，所以吼，即个耶稣基督伫即个约翰的时阵，佮对即个马太甲路加吼，佮往头前杀到一基督做耶稣做基督吼，是伫上帝创造的时阵，就甲上帝三角地咧。啊，所以是讲，即个马上对即个伪地派来吼。伊无甲这约翰无共款啊！伊当时理解是完全用这个希腊哲学这套理解，所以甲这创造隔开啦，甲肉体隔开啦啊！所以这初代教会拄仔咧讲这马可这个当时有一个叫做属主论嘛，啊
这维次派当时伫这初代教会有一个叫做泛婴论啦，这种基督论，就讲初代教会安怎咧捌耶稣做基督？一个是讲耶稣做基督是领养的，上帝甲领养的，伊是人嘛。一个是讲耶稣做基督是泛婴说啊。这泛婴说是讲我拄仔讲的，这咱看到耶稣这人是干的人的尔，总是迄个基督无伫内底。就是泛婴来听吼，这是这个无共款的这个讲法吼。所以说，咱看到讲这两个是极端哦，极端你看讲我做基督徒了后，我应该安怎活出来？一个是讲你都爱修犹太律法修了即摆你来做基督徒，你都爱搁再对耶稣讲的来行，这是一个所以你袂使歹行律法啦。这对这个犹太人来讲，总是一个是讲你做基督徒了吼。你都爱甲这犹太教的这个传统吼隔离啦，遐物件拢甲放无去，你爱变做一个完全新的，这完全新的就是用这个希腊的这个哲学的这个概念来了解咱甲上帝的这个关系所以是伫这个新的这款这个概念世界来找这是这个总是过来就是这个保罗咧，保罗吼伊是对这个外邦关怀出发啦，伊即马甲这个福音带到外邦人的中间带到外邦人的中间的时阵，即马拄着问题，毋是干咧法律的问题尔，拄着问题是即个跨文化的问题啦。所以咱讲吼，要做海外宣教，都爱做这个跨文化的这个训练啦。你知影这个这英国的宣教师来台湾吼，这荷兰的宣教师去印尼吼，伫这个英国，伫这荷兰拢有设立款这个宣教师的这个学院啦。咱以前这个英国的这个伯明翰吼，遐有一个 City Oak。遐有10几间的这个学校吼，专门咧训练宣教师的。这宣教师吼要出来都爱经过足久的训练的吼，对这外国的文化要有真深入的了解吼，才甲因派做宣教师的。这荷兰嘛有吼，伫这个阿姆斯特丹遐嘛有即款的这个宣教师中心吼，咧互因做这个训练，这跨文化啦。跨文化的意思就是讲吼，你要甲这个福音对一个文化带到另外一个文化的时阵吼，你安怎样看这个福音内底这文化性的这个问题啦，这就是保罗拄着的这个问题你讲，甲耶稣基督介绍给外国人介绍这个外邦人。你介绍耶稣基督的时阵耶稣是犹太人嘛，敢是？我有一摆去这个印度去参加一个这个亚洲的这个神学家甲这个犹太列比的这个对话啦，一个会议啦。头一日一个对美国来的这个犹太列比我都轮到我主持会议咧。伊伫下面就举手甲我问，伊讲台湾，我一个去嘛。伊讲你台湾阮犹太人甲恁台湾人有啥物关系我讲无关系犹太人讲台湾，我讲阮台湾真罕尼看到犹太人诶。迄个时阵差不多1990左右，我伫台湾做罕尼看到犹太人，咱遮嘛无迄个新纳国，无迄个犹太会堂咧我去美国我才捌看到犹太人伫台湾，毋捌看过所以我讲无关系。互伊足生气咧，伊甲我讲过几个日才甲我讲，伊讲你做基督徒，你信阮犹太人的耶稣是你讲你甲我无关系。你讲这耶稣是犹太人，对犹太人来讲耶稣是犹太人我信耶稣做救主，所以犹太人那就关我一顶嘛，敢是？我讲我毋是信耶稣呢，我是信基督呢，敢是？因为犹太人名叫做耶稣的足济嘛，咱读圣经知嘛，敢是？内底足济耶稣我都毋信耶稣咧，敢是？我是信迄个做基督的耶稣咧。做基督是啥物？基督是个别嘛，敢是？遐济耶稣无逐个互个别做基督所以我才有信的，我无信的啦。我信是信迄个咱这教会传统，逐个人共同个别讲，即个是基督是上帝囝，即个我才信啦。所以毋是犹太人无犹太人是上帝啦。我信的是上帝，毋是信犹太人咧。总之伊是无啥要接受我的讲法啦。这是咧讲这文化伫遮了啦。因就是耶稣来耶稣有文化性，敢是？伊是犹太人对吧？耶稣讲阿兰话呢，毋是讲台湾话咧。所以伊这文化是伫伊身上就有咧所以这保罗伊做这个外邦的传道人伊爱去面对这款的问题。伊即满要甲这个外邦人传福音的时阵，到底传啥物？伊是要来传犹太人的文化。传犹太人的律法，传犹太人的福音，是要传上帝的福音。即咱今日嘛拄着即个问题咱的教会即马伫遮咧讲道咧传道理，咱咧传啥物？咱是咧，我讲我第一代啦。
参加即个信主的时阵吼，啊去个教会参政的教会，我是中华情接世经的教会，啊去教会咧收圣餐咧，迄是我即世人第一摆食到即个吐司啦。我遐都无迄 bakery， 无迄款面包店嘛，毋捌食，所以教会才有啦。教会去倒买我嘛毋知吼。啊，迄是即个吐司摕来切嘛，切一角一角呢。我第一摆食到吐司是伫教会收圣餐的。啊，已经高中毕业啊咧，高中毕业咧啊。啊，第一摆食到吐司咧，对我来讲，吐司啥真遗憾啦，细啊短啊，真遗憾，读喙齿芳嘛无够啦吼。啊，佮我一世人无食嘛无要紧咧。我后来咧反省讲吼。咱的信仰吼，甲这文化真有关系咧。我若讲这吐司是象征耶稣基督，讲这是我的身躯，耶稣的身躯对我无啥重要，敢是？我一世人无耶稣的身躯，我过甲真好势啊，敢是？是吧？因为迄是吐司啊，对吧？啊，总是你知影耶稣在讲我，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迄是讲啥？是讲这无假饼咧。无假饼是啥物？对犹太人来讲啦。无假饼是因对即个埃及吼逃走的时阵呢，敢是即个摩西甲命令讲吼，恁毋通去做有假的，都爱做这无假的饼嘛，啊，所以因为啥凶狂要走嘛，啊，佫一个是有假的饼会歹嘛，无假的饼袂歹会当囥嘛，所以换句话讲吼，这无假饼做耶稣的身躯，是咧讲这是恁的救命之物呢，是无？救命之物啊，你无即个物件你袂活咧。所以我讲吼，你若用汉字化价甲讲这耶稣的身躯，我会感觉甲用这吐司化价甲讲耶稣的身躯吼，我会感受无共款啊。咱知我意思，讲文化就遮了咧。啊，咱讲甲模仿，咱即马佫较精致哦，咱即马拢用迄款无假饼，是用迄圆圆的吼，啊，创甲足薄迄款的吼，真精致呢。这是咱高尚人咧食的吼，对埃及逃走的人食袂着迄个，敢是？我意思毋是讲对毋对啦，我是干那咧鼓励讲吼，即个文化的物件吼，你互咱感受啦。咱是透过文化咧受感动的。我甲你讲一寡物件，甲你拢无关系吼，你袂感动，你就经验袂着嘛。啊，就是这物件若会当化作甲你的经验相关的来，互你了解吼，伊就知影讲，耶稣咧讲，这是我的身躯咧讲啥物咧？啊，就讲恁逃命，恁走咧风中，性命受威胁的时阵吼，啊，一角啊，这个无假饼吼，这是救命。啊，讲这个汉字，咱伫这空袭的时阵，伫这款这战争的时代，我一个汉字吼，三项拢食咧吼，讲这个食汉字头，配汉字晓，啊收汉字甜嘛，啊，这救命食物咧？你讲这是温情咧？我想着我的老母讲啊，一世人无爱食牛肉，伊无啥物宗教原因啦，啊，一世人无爱食牛肉是干为着啥呢？讲感恩嘛，啊，这牛安尼做牛安尼啊，替咱做事的人安尼叫做我搁食伊的肉，食袂落咧。这感恩的心底下走出来咧。安尼讲，哎，拄我看着汉字，产生这个感恩的心咧，救咱的全家的这物件。安尼这信仰才开始活起来，敢是？咱才开始感受讲啊，耶稣咧讲吼，这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迄个意思是啥物咧？啊，我讲我都爱到读神学，我才倒转反省讲，我迄阵食迄角的时，感觉真稀奇啦。安尼爱想要食，因为我都无食过吼。我讲哎啊，总是做细角的。这个感受完全是无迄个信仰上要讲的这个物件出来。啊，保罗伫即个所在拄着的问题就是安尼，就讲你甲即个福音要传互别人，你传啥物福音？啊，咱甲基督教福音传互咱的会友，咱传啥物福音？是传因的福音。我定咧甲即个新人医学生挑战啦。我讲哦，咱若传福音吼，啊，福音是好消息啦。啊，传好消息人太无爱，啊，啥物人无爱好消息？所以咱若传好消息要互人无爱吼，问题伫倒位了？我想上大的问题是，咱咧传我的好消息，毋是伊的好消息嘛？但是我传福音啦，传我的福音咧，我伫遮一直甲恁讲，阮兜安怎？哦，我过去偌成功，我安怎？甲你有啥物关系？你袂感觉这是福音吗？对我来讲是福音啦，对你来讲就无福音嘛。所以这传福音吼，还是讲这文化，这个神学的这transmit 啊，transformation，要安怎样对一个文化移转到另外一个文化，还是讲咱翻译啦？你安怎甲这个福音的内涵翻译做另外一个文化，也对福音的感觉着福音的？这个是我想是保罗吼，伫这个外邦传教来拄着的一个真大这个挑战啊！保罗有够勇敢，有够勇敢，伊是犹太人啦，伊嘛知影这割礼对犹太人偌重要，总是伊起来讲，毋免受割礼偌紧的，也总是因为安尼，你看保罗就是一直受捆绑嘛。伊到尾只有互人告，互人掠到这个计送到这罗马，就是拢为着这个原因尔。
所以这个传福音，这保罗这身上这个吼，是真大的这个啊，所以吼，保罗的这个关怀是讲，法律是一个世俗的物件啦。法律这包括两项，犹太的律法，啊，甲这个外邦的律法吼，对伊来讲拢是世俗的物件，是相对的价值啦。保罗无否定法律啦，总是伊无甲法律看作绝对啦、相对啦，所以讲这法律互人知罪嘛，亲像行共款嘛，有功能啦，总是无救赎的咱啦。啊，这是这保罗的看法。啊，总是耶稣伫咱顶回讲过，耶稣是讲法律的一画一撇吼，拢袂废去哦。耶稣就答啦，律法的一画一撇拢袂废去哦。然后咧，伊讲恁都爱比法利赛人修，搁较修这个法律的义啦，律法的义啦。耶稣的教示啊，所以讲这律法袂当无去啊。啊，恁都爱比法利赛人搁较严。我说顶礼拜我咧讲，这搁较严格来守吼。毋是讲比较法律遐唔款遐尼律法主义嘛，毋是咧，是讲你爱去守这律法的真正性啦，律法的迄对福音来迄律法要互咱达到这个物件，啊，这甲咱头拄仔咧讲啊，咱做一个自由的人吼，是讲咱咧行是行伫迄律法的精神的顶端，毋是行这律法的形式的这中间啦，吼，这是出来教会你来看讲吼，安尼做基督徒免哪改变啦，吼，咱变做一个无共款的人，啊，这有即款。对这律法的这个精杂啦，吼，所以这个门徒的这个新的身份吼，甲这律法的这个角色，伫这初代教会来讲是有真密切的关系啦，吼。保罗这个律法观吼，甲耶稣律法观比较吼，啊，提出这个相对甲这个涵盖性吼，无共款，就是讲这个保罗是相对性，啊，律法甲律法的这个功能是相对的啦，啊，相对伊是一个那用简单话讲是工具性的啦，工具性的这个角色吼。啊，耶稣是用这个涵盖啦，用这个福音是涵盖律法啊，所以你律法是一个初级啦。啊，这是律法后壁面这正义吼，你免怎透过行律法，就是讲你对无杀人安怎做甲会当疼人。啊，这福音是这个疼人这个部分，所以有一个涵盖性来啦吼。这两种无共款的啦吼。啊，这我拄仔讲过吼，耶稣是福音的本身，也是律法的主吼。啊，对耶稣吼是对这接受福音。落实到修律法啦，吼，也对修律法体验到福音的内涵，这两个方向。一个是马登纳是讲啊，我透过修律法吼，啊去了解这律法的真正性嘛。就讲我律法甲讲袂使杀人，啊我修这律法我无杀人，啊我无杀人，我对这无杀人是咧安怎去体验？讲这律法所要讲的，毋是干咧讲卖杀人咧，讲到疼这个物件啦。虽然讲这行其无形啦，吼，这个法律上咧讲行其无形，就讲我。用这个刑法，啊，刑法毋是目的啦，刑法是望讲到尾手会当毋免有这个刑法存在嘛？啊是安怎？大家拢莫去犯法，都无这个刑法的必要嘛？吼，这是行其无形。啊，就讲你透过这个有限的这个律法的遵守吼，互你看到这个福音的这个内涵，这是 button up 对下面起来开始体验这个福音的真正性啦。啊，修对律法看到这个福音啦。啊，另外一个面是讲对接受福音吼，落实到行律法。啊，这是咱咧讲这个称义到正性嘛。啊，称义就是讲福音啦，我都有罪啊，罪我上帝甲我接纳，互我变做一个称义的人嘛。这称义就无条件的啦，上帝甲我接纳啊。要接纳了后，我都爱想办法行律法啦。啊，接纳了后，我都爱正性，对我的行为爱表现出甲我的称义相称啦，相配合。所以你都爱有这个修这个律法的这款的这个物件。所以这两个。是咱的这基督徒生活两个方向，哈。一个是讲，有个人是讲啊，我信耶稣了吼，我生命规个改变吼，啊，就忽然间就改变过咧吼。啊，有个人毋是，有个人是讲安尼，伫这个生活中间安尼慢慢去对找到尾手才信耶稣，要这款的吼，这是无共款的这个方向来行啦吼。啊，这是涵盖性，那用涵盖性的了解吼，这对耶稣就有这两个可能性啦吼。啊，这也是拄仔讲的称义正性，这基督徒身份的内涵啦吼。啊，这咱顶礼拜有讲过，这法律的角色吼。啊，这礼拜吼，我拄仔讲，这保罗吼，伫这加拉太开始讲这个割礼啦，割礼的这个问题吼。讲这法律的争辩是基督徒正性的方法啦。啊，割礼的争论是基督徒身份解说的这个厘清啦。就是啊，你讲这耶稣，咱顶礼拜你讲这到底法律的角色是啥物吼？那是讲正性啦。就是讲我法律毋是互咱称义的这条件啦。你袂当讲我逐项拢守法，安尼我就称义。咱甲上帝关系无建立你逐项守法啦。啊，
咱甲上帝的关系建立伫上帝的恩典啦。上帝伫咱要做罪人的时阵，就甲咱就恩典互咱嘛。所以咱毋是讲我安尼会当甲上帝乒乓讲，你看我做遮济啊，你即马都爱甲我安怎啊？这是法律的角色。所以法律伫即个所在吼，是对即个正性啦，就是讲啊，正性是即个跟随着来的，就是讲你该先清义了才有正性嘛。所以清义是对恩典来。但是讲这割礼的这个部分是，即讲基督徒身份的这个厘清啦。到底咱这个做基督徒这个身份吼，到底是安怎来吼？所以保罗甲这耶稣对律法的态度虽然无共款吼，啊总是却共款咧强调这基督徒对律法得到自由。啊，割礼的问题是犹太人、外邦人身份的这个争议啦吼。这后来要讲的是这个吼，所以保罗伫这加拉太书遮讲吼，做新创造的人啦，做新创造的人啊这。加拉太书6章12节到16节的所在吼，伊直接咧讲，保罗咧批评啦，批评遐个要求基督徒都爱去修这个割礼的人啦，要求这外邦基督徒爱修割礼的人吼。伊讲这个人是安怎？伊讲这个人是行喺基督的十字架，行喺为着基督的十字架受迫害啦吼。这保罗咧批评遐个人啦吼，讲遐个人咧叫恁讲到爱修割礼才会使，啊，这个人吼，伊后壁咧讲其实吼，这个人嘛无修啊。伊讲这咧叫恁人学遮吼。伊讲其实连遐个接受割礼的人也无修律法啦。伊讲遐个人咧叫恁都爱修割礼啦吼。总是伊讲因是安怎叫你修割礼，是因为惊为着基督的十字架来受迫害啦。爱是安尼受迫害，因为这犹太人啊，所以你读这个保罗的书信内底吼，你会读到这个保罗咧批评这个彼得，你知影？保罗批评彼得啊，讲这彼得是假好嘛，因为吼。你知影这个使徒行传15章的所在吼，这个保罗吼，伊为着这个外邦宣教啊，去互人甲告嘛，啊，所以甲这个安提阿教会就甲伊寄送到伫这耶路撒冷啊，所以伫遐或者使徒开第一摆这耶路撒冷大会嘛，咱讲这第一摆大会是这个使徒行传的所在15章。哎呀，伫遐的时阵吼，保罗起来分析嘛，伊伫外邦安怎传道理，安怎或者信外邦人信伊嘛，啊，然后伊咧讲到这外邦修割礼的问题嘛。后来徛起来替保罗辩护，就是彼得。彼得起来讲嘛，讲啊，我以前嘛是去传到外邦啊，啊外邦人都得到圣神啊，所以安怎伊嘛起来讲咧。啊，所以雅各吼，就是讲当时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使徒团体这个领导者，雅各就起来支持这个保罗嘛。所以这耶路撒冷会议会当第一摆耶路撒冷会议吼，会当讲是对这外邦宣教真大的这个鼓舞，因为这个雅各甲彼得这两个领导者吼，拢发言支持这个保罗。毋免叫外邦人修割礼咧，啊，所以结论吼是安尼咧，是讲吼写一张批啦，这个雅各吼对这个耶路撒冷写一张批哦，啊，佮派人哦，甲保罗因去安提阿哦，啊，伫遐来读这批，啊来甲这安提阿教会讲哦，讲哦以前去恁遐咧批评这个保罗传福音的外邦人遮个人，迄拢毋是阮派啊，拢毋是耶路撒冷的团体派哦，啊，我即马正式甲恁讲，这个批甲恁讲。讲，咱毋通将咱的祖先担未起的担，叫这外邦人来担啦。这是这个耶路撒冷会议的这个内容啊。所以对遐开始吼，这个保罗的外邦宣教得到这个耶路撒冷的这个教会吼，一个祝福咧。啊，总是吼，这保罗后来拄着问题是啥物？因为有一摆这个彼得吼，啊，甲这个巴拿巴因啊，伫这个外邦的所在吼，伫遐食饭啊，甲这个外邦人咧食饭啦。啊，后来。看到讲有迄个对雅各对这耶路撒冷雅各遐来的这犹太人哦，啊两个人怎摒起骹走，离开毋敢佮继续甲这外邦人食饭，所以这个保罗吼就批评这彼得啦，啊讲吼，咱是一个这接受福音的人，啊咱接受福音的人，若是甲这个外邦人拢共款的行为吼，啊咱凭啥物要讲福音咧？甲伊批评啦，这是这个保罗吼对这所谓。主张修割礼的人伊的看法啦，或者这修割礼的人吼，你叫咱讲这个啥，勉强恁去修割礼吼，毋是因为真正有咧修律法咯，是因为因惊迫害嘛。啊，这像彼得嘛惊咧，彼得嘛惊这个耶路撒冷来看到伊伫遐咧甲外邦人食饭咧吼，这是嘛是惊咧。所以这个是保罗咧讲到这个割礼对外邦的割礼的这个问题啦。伊讲，若是我吼。我无夸耀别人啦，我只有夸耀咱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十字架，世界伫我已经死去啦。伫这十字架吼，这世界对我来讲已经无去啦，世界死去啊吼。
啊，过来，我伫即个世界啊已经定死啦。世界对我来讲是死啊啦，啊，我对世界来讲我嘛是死啦。啊，这是讲即个，你知后来保罗伫即个哥林多啊，倒咧论即个夫妇的关系时吼，伊就讲即个活的吼，迄个契约才有效啦，活的律法才有功效啦。啊，死去即个契约就失效，但是我若欠你钱，我若死去都欠的契约就无效去啊嘛吼。即摆咱想囝儿爱去成家无毋知啊啦。啊，总是即保罗是讲，即个契约也是讲即法律的有效性是我活的时阵，即个才有即遵守的即个有效性。所以讲，我对世界死，啊，世界对我死，即个是讲我自由去。所以吼，保罗的结论吼，伊对这是咧挣扎讲，这外邦人信耶稣了是一个什么款的人啦？啊，这个外邦人信耶稣吼，毋是干咧耶稣咧讲迄个讲法律的角色的问题，是讲你都爱去守犹太人这个法律部这个问题。所以保罗讲，守割礼无守割礼拢无算啥物，那是保罗的态度啦。所以我讲伊是相对的，甲这律法吼，甲相对化，甲这割礼相对化啦。伊毋是一个绝对的物件啊，毋是讲。伊嘛无讲你毋免守啦，伊嘛无咧吼。啊，过来伊讲重要的是，咱都爱诚做神做的人啦。所以这律法吼，律法的这个目的是一个功夫性的。啊，律法有守无守吼，毋是上重要。上重要的是讲，透过律法，你有变做新创造的人无？啊，无律法甲你束缚，你有变做新创造的人无？啊，你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做一个生命更新的人吼，这是最后的目的啦。啊，这守律法，这不过是一个功夫咧，甲你规范，啊是咧甲你帮衬，望你行到遐，迄咱像迪拜啊嘛，啊，咱像迪拜啊，我毋知有甲恁讲过迄个故事咧，讲即个佛教的即个少年的会上吼，我一摆伫即香港甲因做开会啊，啊，你讲即个宗教对话啦，拢总10个宗教，我迄摆参加伫香港10个宗教，逐个人做伙伫遐开会啦，啊，逐个人咧讲吼，咱无共款的宗教吼，啊，咱要安怎伫即个世间，逐个人会当做伙来努力，做伙来合作，啊，来促进即个人的幸福啦。啊，迄个是一个芝加哥，伫这芝加哥大学咧读博士班的读博士的一个少年的即个会上啦。啊，伊起来讲啊，伊咧讲的是讲，伊用即个佛经内底吼一个故事啦。伊咧讲吼，这佛教咧看即个宗教啊，你看这佛教本身吼，伊是看伊做一个即个度州啦、度法啦，咧度咱过河的即个船啦。啊，所以咧讲吼，伊即个佛经内底有一个故事咧讲，有一个少年的即个学生吼，去问即个师傅啦，甲问讲，哦，你的教导安尼吼真好啦，啊，我要安怎样才会当甲你的教导安尼记起来吼，啊，好好来实践，啊来达到你即款的即个参悟的即个境界啦。啊，即个师傅就甲伊讲一个故事啦，啊，甲问啦，伊讲吼，有一个佛教徒安尼真敬虔啦。啊，有一日伊出外去旅行啦，啊，旅行行到一个所在，就拄着一条大条河啦，大条溪啦，袂当过啦，啊，袂当过要安怎？以后咧，都这附近的人有人甲帮忙吼，啊，就去做一个竹排啊，去变一个竹排啊，啊，就坐这竹排啊过河过去安尼啦。啊，过到这个对岸的时阵吼，啊，伊即马说毋知影要安怎，就讲这佛教徒咧讲究这报恩嘛吼，报恩啦，就讲你若对你有恩情，你得爱共报答咧。啊，所以伊即马过到这对岸的时阵，伊讲这竹排啊是助我过河的嘛吼，所以是对我稳定啊。所以哦，这个师傅就问这个学生讲吼，伊想要甲报恩吼，啊，所以到底要安怎报恩？伊是在负法而行啦，啊，是弃法而去啦。就讲这竹排啊，助伊过河了吼，到底这个人吼，都爱甲这竹排啊派咧行无？啊，是都爱甲竹排啊扛落来安尼？啊，这学生当然回答讲，当然甲竹排扛来，竹排是要过河尔尔，他有讲过竹排啊扛咧行，对吧？啊，这师傅就甲伊讲对嘛，我的教导吼就是安尼嘛，我的教导是帮助你过河尔，啊过河了你就甲放袂记咧，你记要创啊？吼，毋免甲我记咧啦，对，我的教导毋是要互你记的，我的教导是要互你变做啥物款的人嘛，甲你做过河就好嘛。啊，这是讲这功夫性啦。啊，咱的圣经内底保罗咧讲的这律法吼，也是这个功夫性的物件。啊，就是讲咱守律法甲咱帮助是互咱过河哦，啊，互咱去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哦。所以这律法甲你塑造，互你变做一个新创造的人咧。啊，所以我愈来愈拢甲学生讲吼，恁毋免写笔记啦吼，写笔记转来嘛无一定咧读啦吼。啊，佮写笔记背遐有啥物内容？啊，我即摆这语无足方便的，你要爱啥物物件，你语无逐项嘛有咧吼。要紧是啥物？你听互理解啊！啊，你听互理解啊，你有接受入去，这变做你的物件吼，迄才是你的生命。啊，
啊，你讲遐背背我考试，佫考验我啊无效啊啦，就是无变做你的物件嘛。所以咱，即摆是我迄落，我开始只读册吼，读啊我袂记得我读倒一本册去，逐项读怎么讲读要紧是讲迄物件内底，啥物所在甲我影响，慢慢啊点点滴滴去塑造咱的即个人生啦。迄个较重要过咱背真济物件咧，这是保罗咧看即个格类甲即个新创造的人啦所以伊讲愿意遵照即个原则的人甲一切上帝的子民拢共款得到平安甲怜悯啦。就是讲你遵守即个，毋莫去即个形式的即个律法甲你束缚会当真正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的时阵，你就得到平安甲祝福啦所以伫遮咱看到就是即个基督徒身份的即个塑造啦，用个律法甲即个恩典啦。基督徒身份是对两种人来出现的，犹太人甲外邦人，是干即两种人尔嘛。世间干即两种人，犹太人就外邦人，因为外邦人是外国人的意思啦。对犹太人来讲，外国人嘛，咱嘛是外邦人咧所以这是外国人啦。所以伫这个圣经内底咧抄出这基督徒身份，对两种人来讲，一种是对这个犹太人相对犹太人来讲做基督徒就是专理犹太律法嘛，借着信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的目的，这是耶稣讲的你做一个基督徒你即马就是爱透过信耶稣来成全这个律法的目的啦。所以无放弃律法是甲这个上帝颁布这个律法甲伊成全啦，互伊会当成全这是对这犹太人来讲，犹太人已经踮伫这个犹太律法内底。总是对这个外邦人来讲是专利旧生活来领受恩典，这拢是恩典啦。这本来是靠守律法、死守律法，像这个法利赛人安尼咧。总是即摆我若是超越这个律法的时阵，我经验这上帝的恩典，直接甲上帝连接嘛。总是对外邦人来讲，你是离开你旧的生活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来进入这个耶稣基督的团契，这是外邦人。进入耶稣基督团契对保罗来讲，你毋免过去守割礼啦，毋免过去守这犹太律法啦。所以保罗讲，你若是信耶稣的时阵有守割礼，你就继续守割礼啦。你若信耶稣的时阵无守割礼，你就毋免守割礼啦。这是开始跨文化就走出来，无共款文化，伫个文化中间安怎样来做这个基督徒所以基督徒身份有两种意涵啦一种是讲实践耶稣用牺牲的疼来成全律法的真精神啦，这是犹太人一个是讲经验上帝的呼召，接受耶稣的邀请来进入上帝团契的人，这是外邦人所以对咱来讲咱即马甲这律法的关系较少啦咱伫台湾较无咧讲这犹太律法啦所以咱较要紧是讲要安怎进入这上帝国的团契，这个对一个外国人来讲所以基督徒身份甲这个超越，还是讲这个成全律法去经验这个恩典，这有关系。咱基督徒是经验这个恩典的一个人所以这个经验恩典就是讲，咱甲上帝建立这个亲密的关系啦谈论律法甲恩典，牵涉到基督徒甲上帝的关系初代教会基督徒伫这摩西的律法甲这个耶稣的信仰中间挣扎透过摩西的律法甲上帝保持关系，也是照着耶稣甲上帝建立关系啦。然后咱甲上帝的关系照这个旧约是透过摩西的律法守摩西的律法甲这上帝才有关系咧。伫这个耶稣来了后，咱即摆是讲，咱是照着信耶稣来甲上帝建立关系，毋是照着这个持守律法的所以加拉太书是这保罗对这初代教会有关这信耶稣基督是毋是都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才会当成做真的基督徒？这争论所得出来一个教导啦保罗主张讲，基督徒身份是用耶稣基督最开始的，只有照着信，人才会当甲上帝有合宜正确的关系啦所以甲上帝的关系是毋是照着律法啦是照着这个基督的这个福音来所以若安尼咱顶礼拜咧讲，伫上帝内底自由，做基督的这个自由啦律法甲恩典拢是咧解说这个人甲上帝的关系称义称义，这称义称毋是称啦。这基督徒咱咧讲咱信上帝互上帝甲咱称义这毋是咧讲咱已经变做义人啦。称是干甲你看做啦甲你看做，即讲咱是罪人上帝甲咱看做无罪人这看做无罪人，这是甲你怎讲？就讲无看你的罪的意思啦，无看你的罪，甲你接纳一个啦。
这毋是咧讲咱就变做一个好人，咱并无变做一个义人，这是称义。所以咱讲，即使做基督徒，咱嘛是抑阁一个罪人咧，是本质上啦。毋过上帝恩典甲咱称做义嘛，称做义，咱受称做义了后，咱开始有一个定心的机会。这个定心的机会是互咱开始正性。所以讲称义了，咱一定讲正性。讲称义了，讲正性，就是讲咱互上经验上帝恩典吼，咱必须要有一个回应啦。回应这毋是条件啦，回应这变做感恩嘛。所以咱若甲咱爱做的物件变做感恩来做，甲咱甲爱做的物件变做律法来做，无共款，对吧？若甲你要求讲你无做袂使，你做才袂法律来管的时吼，你咧做是为着我甲你压力做嘛，所以是管压力做嘛。若讲你无做，我就甲你接纳，然后你家己对感恩倒转来咧做吼，这就变做一个认同嘛。咱认同上帝，认同耶稣基督，咱欢喜甘愿来做嘛。这两个这做的态度会足无共款啦。或者讲基督徒若讲，伫咱的人生当中，咱会当去经验这个平安喜乐的时，就是讲咱爱甲咱的生活、甲咱的生命转做一个欢喜的生命来做。你做的物件，毋是为着人甲咱要求来做，是为着咱家己感觉欢喜来做。这个态度的这转变啦，所以领受基督透过牺牲所见证的疼甲恩典来得到救赎这是基督徒的这个献祭赎罪的一个典范啦伫律法甲恩典中间的自由伫真理中行律法的正义，实践上帝的旨意，无受任何束缚甲禁忌的束缚，无任何拘束甲禁忌的束缚啦这是咱讲。咱若是行入真理内底，咱就得到自由。这也是咱今仔日咧讲这基督徒甲其他的这个宗教这个无共款的所在咱无什么禁忌的这个原因伫这个所在伫恩典的中间无计较咱的罪有限这是咱讲白白称义啦真的自由最明确的典现就是伫疼。所以什么是自由？自由到尾首是伫疼内底啦讲伫疼内底咱就无惊吓嘛所以这是疼是律法的目的，也是恩典的动机啦。守律法到尾首，我讲守律法实在是一个上界基础的这个要求。守律法的后壁变成望咱会当变做是一个有疼心的人会当变做有疼心的人所以这是疼是这个律法的这个目的啦疼也是这个恩典的动机啦。上帝是安怎要恩典予咱？是因为伊疼咱世间人嘛伊疼咱世间人，所以甲恩典赏赐予咱啦所以法律是恩典的回应是结果，毋是条件啦。这是这个特别在长老教会咱无讲咱会当用什么条件来换这个上帝的这个恩典啦，是上帝白白予咱的得救的较久啦所以这个割礼这个正义这耶稣伫这马太福音咧讲，这犹太人正做门徒的意涵是成全律法嘛，这咱以前讲过。保罗伫这加拉太书咧讲，外邦人正做门徒意涵是无受律法的拘束啦，无受这个犹太律法的拘束，这是这个保罗咧看这外邦人，所以这耶稣处理的甲这保罗咧处理这是有小可无共款啦加拉太书有人对这保罗主张，伊信来得到生命是唯一的根基不以为然啦。这咱这犹太人是安尼坚持信耶稣以外，爱去遵守这摩西律法。实施这犹太人割礼啦总是保罗强调讲受割礼，无受割礼无算啥物这是咱拄有看过。伊讲勉强外邦人受割礼是伫咧外表上去炫耀啦炫耀所以咱拄有读讲伊这个人嘛无守律法。这保罗咧看是讲这律法是无法度全守啦，律法无法度全守，因为律法太济啦。所有的守律法就是你爱逐条拢守才叫做守律法啦。所以你要逐条拢守，这是差不多无可能。所以你任何一条无守，你就是无守律法的人。所以保罗认为讲，咱若要靠全守律法来达到这个得救者对凡是完全无可能的代志好遮所以讲到这个加拉太教会这个争论这割礼毋是信仰的核心啦，割礼是一个形式啦所以伊认为较重要是这个信仰的这个本质啦所以伊宣示讲，家己只夸耀这个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就是这个上帝无私的疼照着这个无私的疼才成做新创造的人啦。像咱咧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这是对这个疼心来。所以到尾首倒转来讲到咱的这个基督徒信仰迄个上界核心就是这个疼这个部分啦
新创造的人这心吼相对就旧啦，所以这是甲咱的旧存在相对啊，保罗界定这个心，毋是形式的改变啦，毋是形式的改变，所以咱是新的人，毋是干伫外表形式安怎改变，我有来教会无来教会吼，是对无受，毋是讲对这无受教的变做受教的，还是对主张教的变做主张无教的，这都毋是这保罗的这重点。保罗咧看这个教的无教的，这是形式，重要是生命的更新变化这生命的更新变化是讲这个救恩无毁灭创造啦，是把这旧的创造转化做新的创造啦，毋是这个创造，这是上帝甲咱创造的。咱即马接受这个耶稣基督救恩这样，这毋是讲我新的旧的伫这形式来变化，毋是啦，是讲你安怎样这生命内底更新变化。所以毋是我这个外表形式安怎改变啦，是我内心的这个生命安怎改变所以就讲毋是这救恩去毁灭创造是甲旧创造转化做新的创造这个啦这新创造的人这是这个哥林多书遮讲，若有人伫基督呢，伊就是新造的人，旧的事拢已经过去拢已经变做新的，这是旧的事变做新的这代志这是一个简单的这个现在咧讲，透过这耶稣基督十字架这旧的我变做这上帝这新创造的这个部分所以这十字架耶稣基督十字架这个事件对咱来讲是这个真重要的这部分这是你讲到这个对亚当这开始来到这个，互咱有这圣经内底这个道样这是讲 new creation 新创造，所以我拄仔咧讲，毋是这个形式改变是这个生命的更新所以这个芽出来，毋是这个物件无去芽出来是这个升华嘛，这个糖的升华，所以咱毋是讲我这生命形式上改变了，是这个生命安怎样超越，安怎升华起来。所以这个生命这个更新更新变化这转化是真做基督徒咱原来有的生命转向用基督的生命这个过程就讲咱的生命嘛是这样，咱的生命安怎转化做？讲保罗咧讲我伫活，毋是我咧活，我伫活是基督踮伫我内底咧活这部分所以这过程包含三项啦，就是讲这个过河传输、过活这三个这咱后点钟休困者，后点钟咱再来讲